这位空电大师有够牛的呢，五行啊，甲星宿命理拢足牛的。尤其是吼，伊精通符咒，会当催旺桃花，和合姻缘。人大师讲吼，只要有树仔来背离，伊会当催符念咒落去，安尼因两个姻缘就成啊呢。好，哈，空电大师就是专门咧骗恁这款空电的啦。小命水好瑞丽，你是毋捌听到着？啊，你无试看嘛，哪会知？即摆咱两个遐尼有心去找树仔啦，啊，伊嘛是毋肯啊。你搁去找伊哦？你是安怎搁要去找伊？甲讲4年前恁对伊上爱要阁无够。我甲恁桌上即摆是足有诚意去找伊的，阮真正希望恁的姻缘会当圆满。也毋过，伊讲伊敢若甲你当做好朋友。苗啊，阮两个是足有诚意，想要爱秋花啦来做阮的新妇啦。但是秋花啦若真正对你无意思，你嘛对我死心安尼。安尼，这一切哦，咱麻烦你啊。好，没问题。等一下，嘿，三轮车。三轮车。歹势。你写的是你哦？啊，今日是你哦，我真久无看诶。会啊。对啊，你在看什么册啊？无啦，就政府吼禁止三轮车哦，我准备吼考驾照开客车啦。安尼真好啊。看起来即马过来袂歹哦。无啦，啊讲起来，爱真多谢你当初是介绍我去照顾你，食过课我才知影讲做人哦爱认真拍拼。你要倒啊？敢有叫？对啦，我最近吼看到玫瑰小姐，有一遍我伫咧春风阁外口吼看到伊，伊即马吼敢若过了毋是真好。哦，真是的。本来吼我嘛是毋相信，是有一遍吼我骑车的时阵看到伊甲玛莎做伙吼，才确定是伊的。来。少年啊，你试看无？怎么了？哎，你来啊！阿姐，哎，听我美惠。阿姐，你来。啊，李慧啊，先互你明华一食饭啊。不要紧啦，我阁袂晓诶。阿姐，你坐好好，莫叮当哦。是安怎叫阿姐坐好莫叮当？你是今仔日的功课，是要画全家福啦。哦。我已经有画本出阿姐、阿母、阿兄，还阁有我，着听阿姐，你无画？美惠，老师叫你画全家福的意思是叫你画一家人。我知啊，咱就亲像一家人共款。阿姐，你坐好好，莫叮当哦，我要开始画啊。阿姐，你坐好好，莫叮
杨美惠，下晝洗好就趕緊困，咱個落來哦。好，來，快教好。緊困哦。好。时间无早啊，你紧转去啊。樹啊啦，你咧生氣啊？你敢是咧無歡喜美惠甲我畫你全家福？這條道一直是我心中的夢啊！天龍也甲有美惠，嘛非常希望會當有一個爸爸。我有自信會當做一個好爸爸，所以我相信天龍也甲有美惠，一定嘛真歡喜我做因的爸爸。文华，你是一个好人，我嘛看会出来，天虹甲美惠甲你真亲。是毋是因為阮島上甲卡上的關係？啊？我知影之前阮島上甲卡上捌找過你，毋過迄當陣，迄是因為你顧慮到阮島上甲卡上，所以你才會拒絕我。但因即馬攏已經接受你啊，你到底甲你顧慮啥啦？因是互你比較無法度，想講要趕緊抱孫。若是你無想要生，我袂勉強你啊。若是你無法度甲阮爸母住做伙嘛，袂要緊，咱咱搬出去，家己成立一個家庭。明華，好啦，莫閣講啊。無管你即馬到底有啥物顧慮，規日我著甲4年前我講的話同款。我會佇等你。時間無早，我先回去。人家要食啥？我有煮面切菜。OK，帮我切一碗小菜包起来。好，好，要切啥？豆瓜3块，切2条卤卵好啊。海大，给我切3个，还有帮我切一碗甜面啊。好啊，歹势啊！你等我蒸2碗面吼，煮好，我随甲你切啦。好，啊，你遐小坐者啊。好，多谢。刷落来，要为大家奉上的是爱人的心情。
你穿安尼袂寒？你敢一点仔拢袂忘本我？过去我确实捌怨过你，不过迄已经拢是过去的代志。你看起来真无共款。是啊，我已经毋是过去迄个捌世事的阿舍囝啊，人总是会成长的。人生的路途真长，有时平顺，有时坎坎坷坷，过程中总是有缘分的人来陪伴。就亲像囡仔时，有厝边的囡仔伴，读册时要读册同学来做伴。你嘛捌陪我行过一段路，迄段路有欢喜，有痛苦。后来咱来缘分真啊，嘛分开啊。个人有个人的路爱行，个人嘛会拄着甲家己有缘的人做伙行。好，头家，歹势，稍等下。你的衫，唔免啦，太较袂寒咧。就你嘞。拄则大家听到的歌曲是《可怜乱花再会吧》，接落来咱要听吴振怀先生所演唱的《暗淡的月》。多谢哈。无论你怎要叫美丽，我已经在为你痴迷。你的形影，你的一切，总是引起我心内的怨气。不管春风怎样吹，也是吹袂死我满腹的怨恨。
也暗淡的夜。老林说去啊。李慧，你莫生气啦，同我讲啥，你莫插伊嘛。听完美惠，阿姐，听哦，美惠是咧想起啥？美惠今仔日伫学校甲人冤家啦，同学笑美惠，明明就无阿爸，话迄全家福是骗人的啦。美惠，你莫生气啊！你还有阿母、阿姐、阿兄咧听你呢。啊，当下讲遐话，迄是因为因捌代志，免吵伊。我毋是生气同学笑我无阿爸，我是伫咧生气阿姐你啦。我。阿姐，你若是卡煞传我阿母，就是我阿爸，就袂笑我无阿爸。对啊，阿姐，你到底有想要传我阿母，有想要做我阿爸无？我有想啊。那安尼，你就要较主动的啊。我有啊。哪有啊？阿姐，你永远就敢若会讲，我一直等你，一直等你，一直等你。已经等4年啊啦，搁等落去是要等到啥物时阵？等到恁拢老啊，等到我拢已经大汉啦，就无需要一阿爸。总袂使叫我变恁阿母啊！若是你爱受气，死到连朋友都做袂成，安尼就较愈害呢。我阿母若是讨厌你，就袂互阿姐你大家拢来阮兜啊。嘛为大概拢做阿姐上爱食的菜啦。迄天画全家福的时阵，阿母嘛无主动，嘛无生气啊。我阿母绝对是介意你啊！天顶的星闪闪烁。美惠啊，你是安怎啦？哪在哭啊？哈？红啊，你想要是哭安怎的啦？同我讲，美惠明明就无阿爸，话迄全家福是骗人的啦。我无骗啊，阿姐就算是我阿爸共款，阿姐就是我的家人。无共款，阿姐甲阿母无结婚，就是外人，甲咱毋是一家人。你足菜呢！乖乖乖！恁两个就这么想要明华去做恁阿爸？说啥去啊啦？阿母，你若是讨厌明华阿姐，那安尼就真有煞啦。我哪有讨厌伊啦？你若是无讨厌伊，是安怎迄天阿母搁拒绝阿姐？我哪有拒绝伊？哪会无？迄天我甲美惠拢有偷听到，阿姐甲你讲，你若是无想要生，嘛无要紧。你若是无想要甲因阿爸阿母住，伊会当带咱出去外口，家己成立一个家庭啊。我阿母就毋是迄个意思啦。你明华就是孤囝呢，我哪有可能放伊爸母唔管，就会叫外口成立一个家庭啦？是害你明华一边不孝顺呢。啊！无阿姐，哎你，紧啦，紧你来啦！紧啦，紧来出来啊！像我啦，我是真心诚意的，请你给我做囡仔爸爸好无？我愿意用我所有的力量去爱护你，要有这两个囡仔，
请你给我。阿母，老师有咧教啦，一寸光阴一寸金，寸金难买寸光阴。意思是讲时间足宝贵的啦，袂当搁等啊啦。是啊，若毋是浪费遐久的时间，无一定，我即马就有一个小妹。我才无爱小妹嘞，我爱小弟陪我耍，陪我拍球。我不爱小妹，我爱小弟。我爱小妹。你两个好啊啦。秋娃啦，我拜托你，我甲我继续等下去啊，好无？咱两个已经浪费真侪时间啊，以后的每一天，每一分，每一秒，我都想要甲你手牵了了，甲天皇还有美惠做伙行落去。所以，请你给我好。哦，来，看这边。哦，金明，小等下吼，去做目屎花来，咱边仔这个空地后，等两间房间，好阿红甲美惠大拍。啊，明仔载油擦屎花的，会来咱这重新油擦啦。咱这厝内这旧的物件，拢甲搬出去，拢卖掉，拢卖新的。哦，新妇甲后生的新娘房，要来使收去寒酸的。知啦，啊，一支嘴拄好一直念。60岁的查甫人，敢是真是敢剩一支厝？我要来财我变成10年啦！哦，我要来做咱的新妇，我是足欢喜的啦！可能是伤过欢喜啦。伤过欢喜嘛，唔免一直念啦。美华，新的家具去看落安怎？哦，拢看好势啊！等油擦好，就叫人马上送过来。医生，你想的礼物想要爱啥？我送你。礼物哦，礼物就是你赶紧嫁嫁。啊，若无哦，小哥我是比大家较歹风台。是我歹风台。啊你敢无听人咧讲，小哥我好要啉茶，阿嫂就撞甲告白。我才袂安尼。好啊啦，讲正经啦，咱恁弟送的婚事若是办好，刷落来就要替你拍算啊。我才袂咧，我要伫厝加大2年，莫搞嘴啦。啊你刚讲拢袂记，你袂记本厝是足急的哦。你是咧有白讲啥？你莫假啊！其实倒上甲卡上，伊早就已经看出你甲本厝偷仔咧行。是啦，我甲恁倒上拢无反对你甲阮嫂交往哦。啊，毋过倒上之前就有讲过啊，讲若是要娶我的人无高中毕业以上，袂用的啊。啊，阮厝即个考高中嘛毋知有考掉无。哎，你嘛咧调直，迄是迄当阵为着要提示南婆来讲亲情，迄个借口嘛。啊，这几年来阮厝的安尼，为着要有迄个条件，安尼认真拍拼，我拢有看到。若是凭阮厝的吼，迄个成分甲志气吼，将来一定有出脱的啊。你紧嫁，阮拢足放心的。来，请多多支持。